花》。对，这首歌蔡爱贵是有 T 百参加比赛，冲给狗 Q， 嘿阿妹帮我选的这首，然后我有跟就是家里人说，都在来空爱比赛啊，这样子，空爱拿奖啊之类的，对，然后他们就说啊不要啦，你就自己去唱这样，然后我就其实那蛮难过，可是，在大概2-3年前才知道，原来他其实有去。你后来知道应该觉得很感动吧？超级，我都感动了。你知道妈妈今天有写卡片给你们？真的啊？对啊，带我拿出来。哎呦，你要念得很有感情哦。亲爱的双宝，太多时候都是你们在照顾妈妈的心，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懂事，真的谢谢双宝，才得以有勇气继续努力的活。我都要哭了。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好，天公日雖然呢1年1度的母親節啦，哈，辛苦嘅媽媽。所以根本呢，安尼錄樣一到節目嘅安尼母親節的特別計劃。嘿，當然，聽咗愛啊，按價1年1高咧，去年還有羅媽媽來嘅。哎呀，羅媽媽吼，還跌倒，還衝過咧。行路的時間，冇聲音啊，跌倒啊，腳啊無槍，佢們兩3張1張推退呢。真勁哦！真的，老人家都輕強跌倒的。對啊，好的輕強。好在只小可會掛到啊，啊都無槍退了呢。但有好啊好，其實身體還算當健康。對啊對啊。講真呢，沃卡斯坦人其實身體嘅健康嘅吧，對按後生人按下一批人嚟講，係動態幸福。真勁。要講真嘅，記得去講身體健康，萬耐做得起了啊，萬耐做去打嘴鼓啊，那次都按用，對我來講，我心情咪真好。係啊，真的啊。講記得心情好，我就心情好。講當然，老人斯坦人啊，吼，這個本身沒有好好照顧自己身體，照顧好來就本來呢下一批就唔是咁煩惱。嘿，下一批嘅人啊，人家沒有想到，唔係因為會變老哦，會變老，所以人家後生嘅時間就好好規劃。規劃退休嘅人生，你要讓自己好好變老，好好變好，冇錯。對啊，哇，好溫馨的開場。是啊，就是希望也能夠你好啊，家長也好，就會親盈共好哦，對不對？親盈，銀髮族的銀哦，親盈共好，嘿，冇錯。你會想到哪裡？我想到親盈，親盈更好，也是啦。這樣子也是比較好。對。這本來我在母親節的時候，我考演唱會，但是因為來不及規劃，所以會拖到8月22號，就是在北流。中元節嗎？沒有，8月22號哦，在北流有日期出來了哇！大概還有3張嘢啊，還有嗰時他搞看係現場唱歌嘅話，早就同佢捧場啊咧嚇，係啊，係現場唱歌嘅。不差哦，親厚啊，親沾啊，懂認真哦。哇，我是那種是什麼做什麼，做什麼我就像什麼的那種人哦。羅哥都吹票了，能不去嗎？還沒賣完嗎？開賣了嗎？什麼時候要開賣？還沒。哦，已經開賣了，已經。哦，大家要趕快搶票，以免下。但是這個時候搞不好票已經賣完了。哦，真的。那你現在講這麼多。如果還有餘票的話，大家趕快搶，對不對？沒有，我們可以再看找時間再去做下一場啊，也可以。如果真的票房非常好的話，一定就是接二連三啊。是，對不對？我在舞台上會很認真。其實根本一按節目當中有唱的特別來賓，同樣佢喺舞台當表演的時間，沒看到非常的認真。當然啊，就像一樣誒，專業的啊。係啊，你特別唱歌時間，哇，一唱就完全就是蛻變成一個。天後級的 Diva，對啊 ，Diva 下來以後就3、7步，冇啦。對啊，就是。我要讓強勇做一風衝一風嘛，係嘛，讓你學習。好，按照有唱到今日 TV 節目嘛，所以有唱到 TV 裏邊，係啊 ，TV。
那个金曲小歌后。哎呦，是，雨涵，王雨涵带来嘅《台北的天空》。哦，台北的天空，哎呦，过一遍都客家版本的《台北的天空》，同款哦，对，同款啦，好嚟。风好像倦掉，雨好像累了，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我走过青春，我失落年少，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好怀念的一首歌。对啊，台北的天空，这个我也好怀念。琼西糖都台，这正经俺写个时节的歌呢。对啊。我后来发现这首歌好像比我老。老，这首歌应该快40年了。应该有。对啊，应该有40年的历史。很久以前的歌，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我后来也很荣幸能够跟他加入同一个唱片公司。哦，真的哦。那是菲林唱片公司。你有弹过烟囱吗？有啊。哇，那时候一起录影的时候都有听。一个招牌曲。对。东后堂。纯也后上演唱那种方式某公他们以前是比较美声的唱法。对。你们现在年轻人有赋予了不同的唱歌那种生命诠释的方式，某公好听。东后堂。啊，有冇先聊條歌嘅安路嘅歌嘅？係啊，因為我一度 C 呢啲。這個時間我嘅 vocal 有卡拉 OK 機哦，點唱的。就說你是 K 嗰種。嘿，只是就是直接用點的這樣。你是土基層啊？對，你是投幣是。投幣。嗰時候我嘅這個時間就常常撈我嘅阿妹啊，叫她唱歌，然後其實我貼擺糖多兩首歌曲係我阿妹唱嘅。
我还没有听过原唱，就把整首歌学起来，就好起来了，人也没好个就冲了。对对对，很多就是那种这种从小耳濡目染，其实反而没听到原唱，是听到妈妈。叫了，妈妈喜欢俩歌的，就好起来了。家冲本给好起来。还有按多歌曲，例如说台北机场一帘幽默，台北的机场还蛮歌的，女人花。什么长环这种一帘幽默，一帘幽默，在水一帘幽默，不知以谁能够。对。还有你刚刚讲女人花，哎呦，那也是很好听。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若是你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后堂啊，我们现场的可以听到。你妈妈不是印尼华侨吗？对啊，但是妈妈其实很喜欢听。是印尼人还是印尼华侨？印尼华侨。印尼华侨。然后其实，在他们的电视的频道都有华语老歌。华语你是客家人吗？印尼有很多客家人。是啊。我嫂子也是印尼华侨，客家人。妈妈是讲潮州话。潮州话，所以一般就是比较偏闽南话。闽南对。妈妈是青口上就来到台湾了。系啊，才18岁就来啊，18岁都比你偏来台湾。喺做头路过来，系啊，做头路嘅关系啦。是唔咩出接後輩嘅樣式，唔係加過來，出接去嗰邊潛呢？唔係，阿妹。以前來這邊做些，做些要當醫生呀，爸爸。對，那時候很流行相親。相親，對。對，然後後來就念生涯阿爸就結婚了，對不對？結婚，就結婚了，就結婚了啦，就供三個啦，供下這麼優質的一個女歌手，今天好小女人，金曲歌后，想說今天復古一點，復古，對。媽媽以前你在印象當中，她有很辛苦嗎？有其實媽媽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因為她雖然是印尼華僑，但是她大部分還是講潮州話跟印尼文，是，所以她來到台灣之後才慢慢學中文。对，但是他一開始，例如說啊，可能來台灣會需要辦一些手續啊，他去一些公家機關的時候，就是中文那種比較艱澀的詞語，他就聽不懂。可是辦事的人可能就對他很兇之類的，對啊，就會想說你是這樣，怎麼聽不懂這樣？對。然後還有一些，例如說他之前在工廠工作的時候，也有遭遇到一些，例如說我覺得算是職場霸凌，對啊，就可能欺負他聽不懂這樣，對啊，所以在這你都看在眼裡嗎？他還沒有出來，我還沒有出來，我是聽媽媽講，對，長大之後這樣，對。然後因為到差不多我5歲的時候，媽媽開始做早餐。開早餐店嘛，然後還通用嘞哦，那挺辛苦的。對啊，可以做船店這已經辛苦。哇，對，早上他後來沒做是因為他爬不起來。對啊，我媽媽我都7點半才開，我們家5點開。哦，真的，5點好早起不來，就是沒辦法。對，會有比較早一點的客人會說，哎，早餐店開了嗎？這樣，媽媽才調整到凌晨5點開業這樣子，對，然後在凌晨5點開，那大概3、4點就要起來準備了。2點半，有清豆東西要準備，要煮東西，要做三明治嗎？2點半我眼睛還真很大。我也是。2點半羅哥還行，好，你們都還行。所以我就剛好我要去睡的時候，亞梅就哄寵趕快去睡這樣。給你很快哦，哇，Thank you，他已經那個就是在家的好鄰居了，有沒有？所以啊，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就一個老字號的招牌，這樣。對啊，就來哦，大概就知道啊，當年都是嘛該，嘿，就窮起家富卡，左卡窮起家媽媽窮。對啊。然後我覺得我媽媽很厲害一點，是因為她就是我覺得是為母則強吧。她後來開了早餐店之後，她的語言能力超級厲害，只要聽到幾公客話，就會客家嘅種，對客家種嘛，就會知道說啊，可能是我同學的阿公阿婆來了。那如果講台語，就會是哦外地的朋友來，對。但是那個年齡層可能跟媽媽差不多啊。講中文就是哎，帥哥你要什麼？就是啊，年輕人，他能夠變換自如，對不對？做船店條港用都會按用啊，老公。所以我跟你講，早餐店的老闆哦，對啊，這個以後
以后怎么样的时候，那个舌头会被割掉，因为他都一直讲谎话。不会啊，怎么会讲谎话？两岸是猜发，每一个客人来都帅哥，没有，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每个都是帅哥美女。客人来光顾这样，您哈了就会财神爷，我们都会好好侍奉他们。开玩笑，我的客人听到应该觉得你有吗？那妈妈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心感痛的事情？应该是就因为刚刚有讲到女人花，对这首歌其實猜我貴少 T8參加比賽嘅時節，衝嘅歌曲，嘿阿妹幫我選的這首，因為其實那時候很小，也不會聽過這首，這歌很成熟哎。對，然後後來那時候有進到決賽，然後我有跟就是家裡人說，都在來空海比賽啊，這樣子，空海拿獎啊之類的，對，然後他們就說啊不要啦，你就自己去唱這樣，然後我就其實那裡蠻難過，可是在大概2-3年前，我有一次有一個機緣可以就是被採訪，就是拍紀錄片的那種形式，媽媽就有採訪我。後來看那個片段才知道，原來她其實有去。對，就是她有去，她不敢叫我，是因為她站在最後面，她在哭。對，你令衝的情感通。看你在台上那樣，你後來知道應該覺得很感動吧？超級，我都感動了。沒關係，媽媽是以你為榮，因為你唱到讓媽媽唱到媽媽的心坎，她覺得哇，我女兒這麼小，這麼優秀，她就可以把這歌詮釋得這麼好，她也覺得很感動。是，不是說媽媽躲遠遠的，因為怕小孩唱不好的。對啊，沒有，她可能也怕她哭了會影響她比賽的心情。對，但是這是真的啦，就10幾年後才知道，蠻震驚的。這會讓你更加珍惜跟媽媽之間的情感，對不對？沒錯。以前可能就頂嘴，現在又想到這件事情啊，以前小屁孩。對。那你現在跟媽媽感情好？超級好，超級好，很像兩個朋友啊，就是很像朋友。你會跟他分享？我有交過幾個男朋友。會耶，也會啊。媽媽其實都知道，對。那好棒哦。媽媽像朋友一樣。這個男的不好啊，那個男的怎麼樣？他反而以前還叫我多去交男朋友，多比較看看，蠻好笑的。有一些備胎啦。沒有，要多經驗，多嘗試，才知道誰更適合。對啊。我反而還跟他說，不要，我要讀書。哦，剛好感情的事情等以後再說。你比較不需求就出來哈。現在就是我覺得一階段有一階段的事情。你看，我們小馬居然入鏡嘞！哇塞，你沒有做一下妝髮再進來？沒有拍到他，還好哦。OK， 哇，我沒想到我會哭哎。媽媽會看這個節目嗎？我會叫他看，你要叫他看是不是？對，媽媽要看。對啊，那你就對啊，有什麼話要跟媽媽說？對。我一定會上網大平存錢，本日做的在一個退休，唔用按做紅蟲，買走掉。雖然我有時候講話可能冇禮貌啊、沒禮貌、白目啊，其實係我唔知愛用版講出我心肝都嘅感受。對，動感唱一本我按到嘅空間，去做我想愛做嘅音樂，我想愛完成嘅夢想。希望之後你可以身體健健康康嘅。非常健康啊，然後可以一直聽我唱歌，對，阿妹，我愛你哦，對，阿妹節快樂，好，所以你自己要更加的努力啊，對，然後創作出更好的成績，完成你的夢想，讓媽媽就是一直聽你唱歌到老，答謝媽媽的辛苦，謝謝，好不好？好，加油加油，好，加油，謝謝，很棒的一首《可歌的天空》，哇！哎呦，第一個就聽到流目自然這種分享，哇，撒下來！母親節一定要這樣感人熱淚嗎？是嗎？我知道係一張難得嘅機會，做得貢獻，新冠度嘅發，因為你冇可能當你老娘沒講愛愛你嘛，你不可能每天跟羅媽說媽我好愛你，不可能啊！而且有時候我們你被有他嘅諷刺。其實有時候就講不出來。可能你嘅我們華人很奇怪，我們的習慣不會隨便把愛說出口。對呀，係嗎？愛講出來，愛講出來，你從喺東東身上喺講嘛？愛講出來。好，剛剛聽到的是雨涵的這個分享哈，沙哈的安的。沙來係林義健泰國帶來平板。好來，談啊。哭到我笑。
不过唐讲去年又发生一件事情，对你用啥来讲？嘿，青苔的一个事件，应该很大的一个事件。是我先在工地支架掉下来啊！哎呦，已经太高了。哎呦，那时候我到医院去看的时候，他其实稍微移动一下，他就吐了一堆黑血出来。有那个字哦，辛苦来土台呀，喊哎呦可以呀，点毛做生意哦。痛到我燒我做啊，唔係有差啦，有地有傷啊，曉過我家啦。不嫁了是那几呢？一发落落啊，本來有買呀無，就隔來買茶啦。已經聽過好，大家好，已經睇過真的衝的評判哦，真的十分有味道。正經的。其實唔是來比賽的，你這欣賞基本人啊，對吧？好衝過嘛，也是好衝過，上去了練過啊。哦，來練過誒，兩次冇重要啦。係啊，真就是啊，其實無讓創傳承客家啊，嗰個文化嗰種嘅。那創出人自己想嘅創嘅東西，創出嚟。係，真的。你本睇自己學識啦。所以今日歌詞要自己填嘅。係。自己寫嘅。我嘟嘟留下嘅節目按做按嘅只按嘟嘟按寫。我嘟嘟開題目啦。我從頭寫樣冇一天寫出來嘅東西啦。哎呀，咁厲害啦！
佢上時我有靈感。對啊，比如呢節目我特別憋一下都有個靈感嘅。有靈感啊，因為有隻對象做的寫本記。我有隻主題啊，有隻主題哈。所以，今日母親節啊，係啊，母親節的主題。你感謝你媽媽也係你另外一半。係本樣係楊公婆係也結婚多啲下，也差唔多要30年咧。 30年哦。我都結婚冇結叫出搬出去，我幫佢開天母店，我是工廠人上班啦。上班，啊。 當初搬出來時，讓我媽身上冇乜錢，兩手就3萬做些，3萬大兵。啊，佢啲無限嘅開天母店，啊無限要咩限可以吐西鵝啊，像係工廠人從頭要加班，還是盡量去加班，啊做到1千啱未啦，啊西鵝同埋衰冇咧，所以留本樣西鵝啊，呀，嗰種時係冇從頭要接強下，還是幫妹。 是開店做生意，啊！我本樣我吐西鵝啊，個西鵝個自助車是溜上溜下，溜夾咩個腳順咧，夾咩腳溜得咪其實溜個，但係慢慢都行溜進來，要踢低，通結教呀，按西鵝教就只有千成次樣係，啊！上次跟宴客喺來，我本樣喺無限。 跟然後我就聽照顧係西鵝。哦，我聽照顧係好。哎呀，連生人會讓你聽照顧，因為開店因為顧生人真辛苦。今日嘅另外一班，林太太有來，太守有來啦，歡迎太守來到現場來。哦，太守朋友很有才。係咪？你想吹一種有種兩公婆嗎？要婦女吧？對，明明就是婦女。他衝阿爸你已經睇過。 你上車多歲啊？8歲咩係？8歲還好，還好。係啊。哦，林太太哦，正經前後，佢兩三就開一間店嘅咧哈。佢太守就顧一間店嘅咧。我假如講到深夜會安尼，嘅拉卡茶吼，我行過來，按用嘅店咯。哎呦，拍過。有示範一下嘛？沒有啊。 你用電過去啊？冇啦，用電過去家暴。應該係同佢教啦，本佢好按用，因為有無限正經按用老佢教。正，又過來電過去，正。其實沒有啦，一開始我們剛開店的時候，剛開沒有多久嘛，因為房東就把房子要回去嘛，啊，我們就是在找地要蓋房子啊。我去蓋。一開始在哪一塊？ 一樣是同樣嘅地方，嗰個地方3間屋，頭間做8年，佢講要買停，第二間做差唔多幾年咯，成年後頭結果佢要買停，結果冇法度啊，冇奈何做啊，是隔壁還有間佢拆屋拆鐵嚟，我拆路拆鐵，佢幾間啊拆鐵，我每次佢弄佢嘅地買來。是買到有地有錢好買啦，從來是捱不容易。是兩個人窮下大兵有存一啲嘅錢存錢買房嘛，買啲地啊。哦，就兩個壁啊啲。兩個壁3間連嘅呢。連的呢。買地自家起。係冇錢好起屋啊，所以我買地添，冇錢起屋。跟捱是捱不容易，人捱聰明咯。佢攞去加錢。加佢捱場面都係啦，錢太旺，佢加100萬冇捱。哦，搬掉去100萬有錢哦，所以當金加佢啦。很支持的，啊，因為冇嘢咩加出去咧，咩希望佢幸福啊。對啊，就盡量去聽數。對，唔係唔要隨攞杯餐啊，唔係。就一直開店嘅，然後做生意。對，一直都一直在開店。哦，啊，成年人都要算以後啦，嗬，每次都要一多年，咩2、3年。做2、30快30年了。哦，哎呦，老店的呀。老店啊，有一期皮用去加個銀行。落顧客一定當多。聽說挺多呀，哎，辛苦。唔過聽講去年又發生一件事情哦，對2、3來講，係清泰嘅一隻事件，應該很大的一個事件。乜嘅事情？對啊，因為那天我剛好手機沒有開，就是沒有開，就是開靜音啦。沒有，就是剛好那時候也正在看鬧熱打的台。
大擂台的那个节目，对，啊，看得很开心。结果客人打電話就直接到我店里说，小朋友找你有事情，手机没有接啊。公羊来的亲，对啊，我就打电话就说，是我先在工地金架掉下来啊。哎呦，已经太高哦。哎呦，那时候我到医院去看的时候，他其实看起来感觉是还好啦，可是医生是说要住院观察嘛，就是那时候肇事头有骨折嘛。哎呦，护士就好心的想说帮他翻身，看他背面有没有受伤嘛。可是稍微移动一下，他就吐了一堆黑血出来。哎呦，医生就说没办法，要进加护病房，因为怕，因为里面其实已经有内出血，颅内出血严重呢，对哦，很严重呢。就加护病房住了3天啊。其实那时候住了3天之后，医生确定就是还好，没有再出血啊，就是也还是不能动啊，就是他那个脊椎有塌陷。塌陷也有骨折嘛，天哪！然后就要开刀啊。很严重哦。对啊。对你来讲，这3年听说很煎熬哎。对啊。对啊，那时候枕边人呢，对啊，吓六神无主，应该是吓死了哈。吓死了，因为第一次自己身边这么亲的人，那发生那些事情，都不掉哦。其实，在开刀的时候，在病房就是在加护病房外面等嘛，其实看着窗户外面，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只能一个人在那里，所以我那时候看的，这一直在等着他开刀，也不晓得说会怎么样子嘛，应该是说结婚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偷偷的在掉眼泪心里这么无助的时候，对啊，就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脑筋一片空白啊！这会突然间，因为会不会很多的，比如说老公呀，半夜很用板，我想啊，你以为我不，要往好的一点，你就往比较正面的方向去想那懂我啊？嘿啊，你的正面思想是有效果的，已经开口就后一轮了。像我有一次在开肠子的时候啊。对，然后开完以后，那个医生要把我肠开掉，剪掉那肠子要拿出来嘛。那找那个罗时丰的家属，没有人回应没有人回应，因为我老婆跑去吃东西。那他们也这样好啊，那代表他们觉得你不会有事，不会有事，对，太放心了。清风行嘛有。哎呀，这种是爱大概。我气到我就把拔掉，我再走出来。俺用要放在总统仪身边。哎呀，然后已经泰国嘅用版人，我读到这种状况呢。这种是阿妹唔知有蛮掉下来啦。这种是爱落加护病房时，这种是我年轻干苦，加入男人，天堂唔得也冇本事，也冇本家，再如何都是要摇。这种是。上来上去冇办法，还算正常啦，还没上到讲都市，还没上到都市要要门些，水都冇些，脑震荡嘅，上就其實冇上很多嘅啦。其實我看我唔掉台快定冇台快唔掉啊，所以我去年學嘅14個詞，那可以看到咁可以出門。講唱功聽啊，係啊，有好像。去年冇台快用，嗰歌詞都還記得。因為嗰歌詞係配去年嗰陣時我比賽嘅歌詞，係講唔記得去啊。所以嗰陣時啲家務病房常常啊乜以後啊，是上嘅3個嘅歌詞啊，然後個是有啲唔記得嘅用文通用文嘅用嚟。所以講係。也拜發生啊事情啊，真感謝係朋友去按，而家照顧我，現在真辛苦。嗰陣時疫情都真嚴重，跟冇法度啊，係啦，香港係做得出人，係夾都出人啦，係是夾做你屋下自家療養下人，所以講係我感謝係朋友係發現到啦，所以講你啊細我也太咧，佢唔是很辛苦，盡量心情不用輕鬆，好好過呀，係咪？用聲音嘅生發，按佢身體冇爽快，
我也有学多少按推的工具哦。原始点。我一家也拜也我也有考到我一家嘅用来帮助到我一家啦。因为我有学有气功有原始点啦，因为唔爽不舒服的时候，我是做一家去摸摸啊，去摸下强松。所以我不是从头去俾人做复健啊，做乜嘢。所以啊，用一家学到东西也好啦。本身自家会调治疗法。系啦，一家去调理佢吼，所以冇见食咗个吼，冇见日本咩啦，也是慢慢就恢复下强。喂，他象牙大嫂啦，象牙你不扭面对他，你面对他，对啊。来，再讲个很用的讲法。唔可能好嚟啦，对，唔可能爱。对，难得在节目当中，对吗？其实也是因为我感情嘅我是真多啦。我是讲希望你也冇按辛苦咧。丢到时间好好来休息。我冇身体顾好就下人。这是采访。是梦言。哎呦，是梦言。那米哈，夫妻回乡，抱一下。唔怕啦，那米哈就好了。对啊，已经太过那个那本太太休息，但是闲的时间嘛，带太太去那撩啊，对吗？迄期爱冇问题，爱吹了爱结天做嚟嘅用嚟啦。咁冇啊？我记你阿记。古典的，古典古好，迄冇做成的，专门是吹人啊。专门是。不过有场是可能吼，青岛嘅七家银行啊，有冇办法？吹演就是他的桃花源用哎。对啊，放松的地方是佢假日农场。是懂翻译。那你就要陪他在假日农场玩。穷哈伊啊。他不喜欢。他不喜欢。对。我皮用一下。皮用一下呀，富强皮用还唔知好。感情会更加升华，一起白头偕老，对吗？对啊。好了，谢谢两位分享多谢，多谢太寿来到你现场，母亲节快乐啊！母亲节快乐啊！好，谢谢，平安健康，好，一起手牵手，喂，他们两个是夫妻吗？他们两个怎么感觉好尴尬？模会啊，很可爱，这奇怪哈。哎呀哈，俩他又周的人宽，哎呦，俩他这样有没有？两相好这样，有人宽的，而且他们的爱是私底下比较默默。你要不要记得去排泄？会排泄哈。然后回去家里没有人的时候，热情如火。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啊，燃烧了整个的浴巾。来，撒下来，喊一位，恰家期待来风天，来躺啦。虽然也佢很冇背哦，係希望佢完成佢理想。係講佢嘅理想冇達到，沒有達到哦，就還做得不卡。這個事業偏偏啊，還是有你的避風港在，媽媽在家裡等你。所以你要努力哦，好不好？好，你要加油，好。
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给朋友，日头奉献本强天，月光奉献本残阳，那么该奉献本爱给谁？一块奉献本太体，岁月奉献本西归，那么该奉献本。爱给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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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琪，你今天唱的特别好哎，我觉得很感人，真的哎，烽烟两条歌，两条歌哎，你如此笨蛋就吓得青红，哎，真的，对，所以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心里也是非常的很感动，很澎湃。你从小到大，你觉得你妈妈怎么样辛苦？妈妈她从早很常就是看她从早忙到晚，做嘛干呀？妈妈做嘛？妈妈她有做美容，又有做美发，又有做新娘秘书，还有美甲，对，全部都是对，就很包办，复合式的，对，所以你新娘秘书人家4、5点就要化妆，然后弄头发，然后有时候晚上她都很给客人方便，客人跟她约。什么下班10点啊，他可不可以来烫头发？妈妈也说好，真的，真的是很哇，简直是 7了。那有没有去兼差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个外面的工作？殡仪馆的那个会不会叫他去？还没有，他是说大体化妆师哦，没有，那个就家里的就接不完了。对啊。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工作，好不好？是，所以那妈妈的工作跟已经大嫂一样的哈。已经大嫂可能在做个专业美发，美发比较多。对啊，你妈妈是什么都包办的。对，但是她因为做美发做到身体超坏掉了，超坏掉。对，然后后来就有休息，现在就是接老顾客、熟客，对，接熟客，因为。做习惯的还是会想要找他，对，妈妈今日有来都献唱，妈妈有来，来，哇，真的太棒了，妈妈你好，车金奖，没有啊，就瘦瘦的，保养的很好啊，谢妈妈，是，谢妈妈好，你好，哎呀，这么厉害，生出这么优质的女儿，哎呀，不会冲狗的吗？那是因为以前做跳舞和做到身体做坏掉了，然后我就想讲。
中夜哈来补回来，结果怎么加强谢家期？哦，所以补太好了，又加强一个。你说年头就错个啦，对啊。咩贴片鸡巴呗？贴片鸡巴。只想讲个姜改作来的啦。那个时候我喺前面的3胎4个，一对双胞胎。哦，哎呦，还有双胞胎。佳琪是老幺就。佳琪是老幺，然后我姜 T 4他就可是，那 T 3嘛就可是也不同，也不同，同6年嘛吼。哦。然后香港可能很夜的没做好，这样个兄弟，然后就贴拍。中间的，然后没告诉。另外有这种事情啊。有他好吗？他个哈，第一哈，那个有骨很模糊个姜一个。没结果模糊。哦，叫喊你叫我模糊。结果模糊，没个问题。哦，要诸位哈来报恩的啦。来报恩的，你知道吗？对啊，本来已经不太想生你了，对，就是已经再生一个，哎，突然又报恩吗？有了，有乖嘛，乖嘛，当贴心来嘅，当贴心哦，像我做美发当模汉啊，然後應該做17點鐘，然後佢收好2年時就講，媽媽我讓天數學4條好，因為長人當冇長係當難，佢可唔可以叫做當4隻啊？就貼得愛燈咧就學4條，學4條，然後學4條啊，4都當然後就比小費，好正經哦，很棒誒。其實因為要穿小費，所以才會得添4條。弟弟要學挽臉，挽臉，好棒面。你還蠻多功的呢，又可以按摩，對，哦，挽臉也會。給你按乖，你還不會按多事情，頭擺不會輕皮骨嗎？會不會很叛逆？好像聽說你有一次騎車很勇板，你用個恐嚇騎車跌倒。騎車係啊，人家你開車門，然後變動，變動嘅門，結果佢坐後背本人追撞，然後就撞到佢下巴，下巴就一空洞太空啊！醫生講啊，你呢冇練好，我練就再20番。哦，會有2個下巴。哎呀，傷口很大。我那時候，我那時候像神經病一樣，大家拿那個棉被啊，幫我捆起來，不讓我動。然後我就是一直掙扎、哭啊、喊啊，然後因為不想縫，我不想縫，我很害怕，怕痛。對，然後我就趁大家不注意，我就衝出去。我就衝出去外面那個人家放儲物的地方躲着。對啊，最後還是被抓回去。對，可是是因為對，是因為對打鎮定劑。沒有打，他們打在我屁股。我以為沒有，才冷靜下來。有很大的個傷口。底下面就還好，還好有點啊。是因為媽媽她只有她願意就是很溫柔的跟我講說，你這個要把它縫起來啊，不然以後會很醜啊。對，我才願意乖乖的縫。可能會破相啊，還好後來被媽媽說服。對，現在還是這麼漂亮。怕醜，所以還好。唔過堂講家己吼，親有愛心。很有愛心，對啊。他不是很叛逆嗎？怎麼會有愛心？叛逆是比較小時候的事情，對不對？國中啦，國中叫做補習班，佢本嘅老師眼望到叫做當天咯，那幾段時嘅補習班仔壓到，然後佢又冇人我講啦，因為我係當無限啊，特別做生意就當然就當無限，叫做去帶班，帶俾補習班嗰個老師打電話幫我。你去淡習補習班哦，好酷哦！嗰後邊老師講，我要報警咧，我講嚇做唔得，我都叫佢道歉，帶登記來費事然後就後來就某一個月錯。在英國還有發生嗎？個事情，他覺得委屈，眼忘記。那佳琪，你很適合去討債公司上班。不是，丟雞蛋，跳模漢，然後冇時間關心生意，因為冇時間都有講法啦，因為應該做到阿美，從早忙到晚。媽媽其實也很有愛心，她不會因為你丟雞蛋罵你，她是覺得她檢討他自己，真的啊！哇，這樣媽媽好棒哦。是，他還是覺得說他沒有管教好，這樣就子不教父之過，母之過。唔好給媽媽吃到講，佢冇了解佢嘅心情。他知道他受委屈。真的。哦，那他是多有愛心呢？哦，就佢到菜園行看到一張美味，變豔豔的，結果後尾。
其實帶轉來學啊，就買就對佢同學啦，買玩具啊，買飼料喺度照顧佢，照顧到當有感情啊，一擺叫我出去冇辦法，佢就想講送人啊，結果送人，佢是沒有5月絕食抗議，不吃不喝，貓咪不想離開你，然後現在又帶回來，就在他房間就都給房間乖乖，貓來富，係啊，就還好啦，是嗎？不是狗來富嗎？狗來福，貓來富，呀，就嚟照顧到同好啊，嘿，同乖啦。所以邊人唔得照顧啊。係啊，絕對不卡媽媽照顧。這個孫那樣嘅咧。都會按用啦，都會按用。我不卡沒按用。哎。啊，今日假期堂公有帶禮物來。聽說我帶一個禮物在我這裡。哎呦，對，在我的腋下夾。你那裡是百寶箱哦？你是哆啦 A 夢的。哎，假期嘅禮物。就是因為媽媽真的很辛苦，所以我想要，我今天做了一個兌換券給媽媽，兌換券，對，兌換券，然後要她以後都可以使用，在她累的時候啊，她覺得想休息的時候，對，都可以。你很有心哎，而且這是沒用下哦，用心講哦，有乜該？然後呢？這裡有，不是，陪你乜該？陪你逛花市券，因為媽媽喜歡花，對，花市券還有，所以這個券是自己設計，是可以去花市哪一用啊？陪着媽媽去，對我可以陪她去花錢，是啊，這麼好，對。然後這個是甜點下午茶券，哦，對，陪着媽媽吃午茶，媽媽付錢，是這樣嗎？還是你付錢？我付，對。然後這是笑話券，當你對，希望你願你充滿活力，青春常在。哇，謝謝，好可愛的。然後這是晚歸券，晚歸，允許你晚回來，允許你晚。媽媽每天還要跟你報到，是不是？報備一下，要報備。但我可以 cover 它。OK，對。然後這邊是按摩放鬆券，哦，很實用，很實用。跟打掃清潔券，打掃清潔。對，哪裡？像大掃除啊，我們家好多東西。我以為是你自己的房間之類的，這就太不孝了。我打掃，你要打掃，你要打掃，就是給媽媽的特權，她可以使用的。哦，媽媽就是給醫師公，你如果想要叫她幹嘛的時候，對，你可以用這個券。哦，我今天真的很無聊，我下午午茶券，吃個下午茶，然後你就說，來去吃午茶，去吃下午茶，來去花市逛街，比如就是使命必達，知道嗎？沒錯，然後泡溫泉，專人接送，專人接送，我可以開車接他，對。哦，還有露營券呢。露營券可以接觸大自然，可以放鬆心靈，對。哇，你覺得你收到這個會開心嗎？很開心，很開心，他的很實用，是那表示你平常都不做這件事。有啦，只是提醒媽媽還有這些東西可以使用，不要媽媽就是一直都忙於工作，都忘了好好照顧自己。對，媽媽要使用哦，她是隨扣隨到的哈。對啊，其實她是用這個券讓媽媽就是放鬆，然後我也可以順便去玩。哦，你不要做了這一些券以後，然後到時候媽媽拿給你，沒有，那是節目上的效果。畫押會啦，有我的名字在上面。全台灣的人的大家都看到，大家都有看到哦。對啊，他如果沒有完成以上，你就上網。鬧熱打的，上官網。謝佳琪騙人這樣。我們要 at 謝佳琪。按用媽媽有媽發了假期講的嘛。雖然也佢係冇保養，係希望佢愛注重營養啦，哈，然後身體要顧好，然後祝福佢形象時尚，然後完成佢理想。啊，迄講佢嘅理想沒有達到哦，就還做得不卡。啊，這個事業偏偏啊，就還是有你的避風港在，媽媽在家裡等你。嘿，所以就讓他自由發揮。你就我不會上網打邊就衝嚟了。對，所以你要努力哦，好不好？好，你要加油，好。對啊，媽媽給你這麼大的空間，然後。對啊，那你自己就是要努力一點去
去把你的梦想完成好。我真的很谢谢妈妈。我做什么事情，她从小就是很给我自由，就是放飞我。然后我想要做什么，她也都支持我。对，连你去丢鸡蛋，她都可以去，对不对？对啊，她都会自我检讨。对啊，好棒的妈妈。放飞你。因为我想跟妈妈说，可以当你的女儿很幸福，谢谢你。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哇，谢谢！我都想抱一下了。哎呀，那妈妈自己也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哦，也是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照顾，要记得吃的要营养哈，要老人家至少有3养，吃的营养，懂得保养哈，还有注重自己的修养。对，哦，那你就会天空快乐很好的这个后半辈子，好吧？那小孩子成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着他的成功，然后分享他们的荣耀。好，谢谢，保持爱天空。好，谢谢2位主持人。哎呀，谢谢，安子是要多唱，根本也特别累，嘿啊，谢谢妈妈。对呀，好，好了，佳琪，加油，好，加油，谢谢，安子是，好。哎呦呀！哇，这一集我们观众朋友哈，这个我同样妈妈胸下宽呐。这个看你是要5月花的哈，还是要什么得意的哈？自己准备好多一点哈。有点催泪，有点催泪，真的比不务正业还催泪。是不是？来，杀好了，杀了，嘿，彭思群带来陆以裳。来，躺了。妈妈自从我同我对我讲，就係我叫我當嘅神，我叫唔當嘅神。但我想同媽媽講，我神就提人咩，所以我就希望我今日喺台北打邊六卡人同六卡人，就身體健康，就是身體健康，就好按兩個人喺台北打邊讓我放心。然後媽，謝謝你，謝謝你。落雨聲，若親像一條歌，誰知影阮我頭家聽，異鄉的我一個人起歌，寂寞的雨聲斷心肝，人孤單像當時的鳥隻。飛袂行，敢講是阮的命。故鄉的山，永遠攏徛佇遐。阮的心情只有講予山來聽。來到故鄉的海花，景色永遠攏總無變化，當初離開時為啥？你若問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孝時，都毋免等予兄。世間有阿母惜的囡仔，上苦命。單身講要來吃阿母大，阿母啊，已經無佇遐。免耳故鄉的阿
着拢爱继续下，你跳啦啦战斗爱能够大呀。世事到了太无通，北港大下又变个潇洒，土遁枪的夜巡查，星星雨水扬出个面甲。错送了给你暗白向夜中插，出给铁路的爱心一万家，不讲路卡有爱着不思强，风心壁爱总可撒，悲伤的放上姑娘你身送下家。爱做样同故事调子给家，小比爱彼天爱假装承担，不爱着你心多伤，妈妈啊，爱的伤。唱完干嘛那么开心？你干嘛那么开心？对啊，你看人按好的歌啦，经典的歌，哪做把编都安尼客家歌出来唱。本台几个糖，谢谢。是啊，感谢这周大弟本来练习。对啊，我今天选这首歌的用意很哪？要说国外其实嘿，应该说我常常讲，人生中你大概就会有几首歌是会唱不完的。然后对我来讲，录音上要说国外，然后现在这首歌就是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唱完的，所以我刚刚就是唱这首歌情绪会很澎湃，是不是？对，有买故事。对啊，前面搞成这样，我怎么唱？今天这个就是要让你来，就是有什么想说的话啊，然后有什么感恩的心都可以分享的。好啊。啊，这首歌是有什么故事呢？耶稣各位，我讲。更加就係我唱到就係頭擺萬歲，係都所謂時間。你個人嘅人推嘅很算嘅高壓嘅時態，還是嘅用大呀？高壓，算年輕呢。然後算後生有啊，我視覺年齡啊，視覺年齡啊，身份證上年齡不是這樣。我們那個年紀可能真的是高壓在教。因為係沒有，係有啲高嘅。在南部可能它傳統。有養大養生哦，然後你又不能你又沒有辦法投訴啊，所以我其實阿妹更加導播可以幫我打馬賽克嘛，就係啲我哋舒服科嘅先生啊，就係舒服先生舒服先生，因為對我人就係一個奇怪，用主觀意識去定每個學生的目標成績，段考的目標成績。那舒服就會一直都不好，我就是文科出身的，也有同學聽清過，所以明白段考就會達唔到嘅目標啊，就會我哋嘅石頭就會少一分就會大一分。所以我要本身上連續打工20下30下。應該沒有呢，所以時態嘅高於嘛，對嘅將嘅學校嘅等你啊淘汰嘅種嘅病嘅有冇查風量啊用收師傅有冇？就趴在講說用收的咧。又就進階都藤條啦，水味啦，熱熔膠，最近就熱熔膠，愛的小手，愛的小手，打到給小手疼咧。那個老師他是新加坡來的呀，體罰專家是不是？誰來？就誰來欣賞啦？就下手真的會，男生女生沒有差哦，他真的下手就啪這樣就直接打。
调白这年有的情商 EQ 不高的，不是不高，他可能就是从他们以前那个年代，就会按的高又下落，所以其实想要按的高又嗨推啊，系啊，所以结果应该是讲击败迄我本身上出发，然后打输打到5强，又打到骨头啊，因为嗰時節還唔掂，講愛求救，係冇就同盧卡人講。唔敢講，因為嗱幾時開就幾時推就去線上邊批攏去用嘅啊。對啊，你轉去同爸爸媽媽講啊，線上用，你即刻冚鬼啦，你即刻唔鬼啦，啊，對，一天呢樣嘛。大部分呢阿爸阿妹都會用，有媽媽沒會用嗎？係啊，連啱啱都連啱啱時間媽媽去煮飯，去做下煮菜。我以前成細嘅時，就想講媽媽冇提血糖嘅，就提拿個保健箱，冇拿個虎標萬金油出來搽。哦，粗鄙少少啊，因為有搶顧險咩啊？因為個米絲太重誒，可能就陪到媽媽嘅做下去。如果嗰人坑一下，被坑到。如講你做乜嘅？冇啊，冇事，冇事，做我搽翻精油啊，啊要搽清楚嘅米絲，結果要唔疏同我傳出來，被坑啊，被坑到我講，中國係攏5強，係啊，直接嘅就攏縮數，啊，而家冇人講發生乜嘅事情，其實係能咁講出來，啊，我想啊，當時啊，嘅當下而冇乜嘅反應，係啊，有想講啊，冇事情就按嚟結束嘅，冇。公認啊，就本人嘅去學校嘅時間啊，就噔逢3年2班，逢4到校長室來，係啊，就到校長室去。我媽帶一朋友，就記者朋友，報社的阿叔阿姨，去學校啊，對校長啊，還有主任，還有訓導主任，還有班導師，對，就是開會商量，對。你要怎麼給我處理？你要怎麼給我交代？我最感動嘅就係媽媽懂事啦，睇嘅校長室台上學醫生講，我拉嘅時候彈琴咪打到人，可能用我父親就，哇！我媽其實是名副其實的虎媽，但是又很挺你。應該講睇老輩做唔錯事情，賞罰分明，只能以咩樣送樣受樣罰媽媽有冇打？沒，啱講而感覺講用一件事情，唔免唔嘅人品出問題。就是而就含班讀冊，而就含唔會讀書啊。所以按嚟講有，其實他沒有辦法接受，所以媽媽來保護佢嘅懂事，讓我覺得其實他很 fashion。他很時尚的，對，因為嗰時他敢站出來，其實同學而爸爸媽媽其實冇人講，大家都悶在心，我們都走過那個歲月。所以現在你覺得媽媽是真的很酷，很開放，在教育方面是。對，媽媽對我教育我，其實她真的很開放，將我嗰個時間我上高中嘅時間，一般人啊，就係比如說，比方講，就係我即個考到電子科，好，即係上講電子科啊，傳統家庭會上講哦，電子科唔出來嘅時間，我前條路較好前咩？係啊，呢樣是開始流行嘅啊，醫生面前。嘅榜單係拆開嚟，就係登報道，嘅報道嘅人我媽媽就同阿爸視察帶載我去學校嘅，就去學校。結果我嗰度有一本係報道嘅註冊，結果伊係同個先生講，不好意思，我兒子他要棄權，他要放棄這個爭取，我就可以，伊就同先生講，對，我們確定要放棄，好，然後請你把我兒子的那個畢業證書，國中畢業證書退還給我，將他證件退還給我，嘿，我就幫爸媽有另外。帶着要帶去，伊就睇查，帶去中華醫所學校嘅圖書。啊，因為嗰陣我唔掂，媽媽安排係買，嚟睇查單係，我每個媽阿娘更加冇學校嘅，同你阿妹就去左邊嘅。結果伊講冇話叫我帶人去另外嘅學校嘅，嚇，伊讓去到中華醫校。然後媽媽就同我講，我頂晚是考中國嘅，唔清考英樂，所以。我定也差咩攏睇到卡攏悶悶不樂，所以我想愛唔做唔希望的事情，冇去勉強去。媽媽其實都有觀察到這些。係啊，因為他有點力排眾議吧，因為其實都可以還是會有
有发口。所以你在家里你也不是那种叛逆的小孩，就是说哦，你不敢说出你自己想要什么这样。叛逆会啊，还是会啊。对啊，就会修，他叛逆就打，再来叛逆，再来修啊。还是不会啊，还是不会。没有啊，你像可是大错没有啦，小错不断。这种年纪，你考到不喜欢的那种科目，你可能会觉得我不要读，我就是要去找我的。唔敢讲，俩就唔敢讲，唔敢讲。一方面还要妈妈爸爸那样去学校，然后跟你，那你根本就是妈宝啊！没，因为一方面我哋陆卡唔係清好歌，所以我就想講，係咪佢打咩當我也一推要我改片，俾我陸卡當我呢也推唱我呢些來，所以我變得我冇選擇權，我好像必須完成傳統的。你本來是想要分擔家計。去考一个电子科，以后可能发展比较好。艺人其实有国立学校用都各有面子啊，睇用下啲。第一人睇防疫，所以我冇辦法講，所以我就想冇就去按嚟好，就按嚟個。跟我哋媽媽有發現。所以中華科技是私立學校。中華藝校就像台北華岡藝校，它是屬於私立的，那它學費什麼也比較高。輕貴族學校，藝術學校要考術科，音樂科有冇考術科？照理說不能按照正常體制入學。爸爸媽媽會求給主任講，我就是哀求他，就是他這個孩子，就是請你收他。我當去中華藝校可是讀書誒，哇！然後就是從零開始，因為陸卡冇環境，黑色時間冇環境都係在避啊，所以就一切都從零開始。反正你要考走這個體制，音樂科系體制，你就是要照這個去磨練，從頭來。那你要去追人家小時候栽培的那個程度，對。那你按你改變？換了另外一個學校，那到現在你有 healthy 嗎 ？Healthy，早知道去讀雄工是不是？到底就讀一般學校，對啊，早知道就讀雄工啊，就讀電子啊，搞不好又有不同的這個發展。因為你走音樂真的好辛苦哦，真的不辛苦。對啊，就像黃明志講的嘛，鬼才做音樂，我們都是鬼。它有兩個意思啊，哎呀，就是鬼才做音樂。也是鬼才要做音樂，兩個意思。對啊，唔過兩就行多兩條路誒，嘿，你就問行。戲棚下走久了就是你的，沒錯。好吧，你是自己再努力一點。哦。啊，有雙語來媽媽咩本已經青島嘅幫忙咧，佢咩青支持呢？佢每一兩年人貼片咧，一人有媽發了媽媽講。對媽媽。哎呀，媽媽有來嗎？沒有。媽媽沒有。媽媽個白色一個，她不要曝光。害羞了。而且講人家虎媽。虎媽，你屬虎啊？你本來就虎媽。好，咪就係，太爺媽媽自從會同我對我講。就係我叫我到我神，我叫唔到我心。我想同媽媽講，我心就提呀咩？就係我來，我講出來嘅也係事實。所以我就希望我今日喺台北打拼，陸卡人同陸卡人就身體健康，就係身體健康，就好按能喺台北打拼，讓我放心。然後。媽，謝謝你，真的，感謝你。對，哦，對了，馮媽媽、馮爸爸，你就去給他身體顧好來，他就給清大兵哦，給他放心的在台北打拼。對，他如果縱使真的台北混不下去了，再回去做得不好，沒有啦，你回去陪爸爸媽媽，然後看有可以做一些那種青年回鄉的東西啊，或者什麼都可以啊。不會啦，你生日發電。隨時都有變化，很難說，天無絕人之路，對不對？反正努力，加油。好，OK，好，加油。寧願辛苦一陣子，也不要辛苦一輩子，好吧？好，加油。謝謝，謝謝。寧願辛苦一陣子，不要辛苦一輩子。真的哦。我還算會講點人話。超會結語的，好棒。好。沙來，沙來，喺11還有11停低嚟，華島去了嘅華島，華島，然人改跳。
知道妈妈今天有写卡片给你吗？哦，真的啊？对啊，带我拿出来。哎呦，你要念得很有感情哦。亲爱的双宝，太多太多时候都是你们在照顾妈妈的心，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懂事，真的谢谢双宝，才得以有勇气继续努力的活。我都要哭了。所以。一婷好，两姐妹感情好像不是很好，刚刚唱歌离那么远呢。
哦，没有了，他们要互相对看呀，培养一下灯光打的才漂亮。对呀，对吧？刚唱的妈妈的歌哎，妈妈很多刘飞琴啦，吼，所以那观众朋友接看人节目是伫刘飞琴的亮的奖模样，对，双生双胞胎，是，也还在读书嘛，戏曲学校，对，这个他是你应该是属马的，对不对？为什么啊？没有吗？属牛，你属牛，对啊。还有这个牛有环是不是？一环，这是时尚，罗哥离时尚太远。那是时尚啊，时尚，那很痛哎，我看过那个，然后把它拔出来，然后就一根这样，就穿过去，然后就看那个眼泪就流出来了。他酝酿半个小时，他酝酿半个小时在那里等。要穿了没？不要，再一下，不要再让我考虑一下。哎，后来你为什么想要去穿那个？爱较好那种非主流，潮。哦，你比较就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就是潮牌。也许这是一个酷，也许吧。对，对，这样没有，有时候是有一些小女孩就是那种叛逆，我就是没酸黑啦，对呀，对，一种象征。有，我比妹妹叛逆，比妹妹叛逆。她没有眉毛哎，看到没有眉毛。哎呦，好酷哦！剃掉，漂成白色。哦，漂白。我可以看一下吗？哇，漂成白色啊！哎，这好酷哦，还没注意到呢。你好先进哦。对啊，很有自己想法，感觉很像那种有没有那种？我们看到的那种外星片那种星际片那种，我现在很多女孩子就是这样啊，有点日系，有点朋克这种感觉。给谁摸？那妈妈对你们这样都 OK 吗？很开放。对啊，你要去做这件事情，有通。我都先斩后奏，先斩后奏啊，好吧。对，所以你想，妈妈应该不会同意那来做这差别。我以为他会生气，结果他没有。就是我打完，然后传那个照片给他，他就说你好像牛，然后传了一张牛的图片跟我说这是你姐妹。那妈妈还蛮幽默的。对啊，妈妈很幽默啊。那怎么会说你妈妈好像很严格，从小管教你们？确实，就是妈妈她很开明，但是她也很严格。然后我们就常常跟她吵架。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小学的时候，然后那一次我们也是要去表演，然后结果我在车上就是还没到，我就先跟妈妈吵架，然后她就很生气，她就是停到关西的一间 Seven 前面。你跟妈妈吵架是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常吵架。然后她就把车子停到一间 Seven 前面，然后就跟我说：“你下车，你现在立刻下车。”然后我先傻眼，但是我也在生气。所以你就下车了啊！然后我就进去 Seven 等，我以为他可能就是绕一圈，生气了，等一下又回来载你这样。结果没有，他们就去演，然后演完才回来载我。啊，真的？你跟我死一斗谁？是有后吗？应该大概小学4年级。真的假的啦？你妈很狠，妈妈很猛哎！给你用个轻声就才能给他们看他一表演哎，对不对？你们很小的时候嘛，就会跟着妈妈去表演哎。对，问题是小学4年级你就把他这样一个人，妈妈还蛮不用那样的 7已经蛮酷的。他可能有叫里面的哥哥姐姐顾着你这样。有吗？也没有，就直接下车，然后就下车。哇你妈妈很逸山应该就个性跟妈妈蛮容易呛起来。依婷也会吗？还是小时候的时候比较长，现在就还好了。现在就还好。小时候就是妈妈感觉上她就是比较文静一点的，比较跟姐姐感觉不一样。姐姐就是那种叛逆型的，有的人看就在心里啊，有的人是显在，就是外显在外面这样子，也很难讲。对啊，所以你小时候你说怎样？小时候妈妈会准备饼干糖果给我们，就是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才可以吃。然后我们就会趁她去上班的时候就去偷吃，然后偷吃完还就是很蠢的把那个垃圾就丢在垃圾桶，然后她回来就看到你们偷吃饼干。然后我们还会说谎，没有吃哦，没有吃。
然后他就说我都看到了，然后他就开始生气，然后有时候会打我们。哦，真的呀？对。哦，就把在外面受到的怨气，然后发在你回家发现小孩。没有啦，是我们不听他的话，然后还说谎。妈妈说她最讨厌说谎。其实说谎是不好，这是真的。真的。他是针对你们的品德教育，不是舍不得那几包饼干，还是舍不得那几包饼干。你把我最爱吃的吃了，这样。你可能会。我可能会，我就会生气了。为什么不买2份这样？真的，你小时候都常常会撒一点小谎，对，长大就会变撒大谎，就会变大谎了，真的。所以他要及时的制止你。对啊，这是妈妈用心良苦。对呀，而且你小时候就会骗人，你长大就会就变成谎那个骗子了。对呀，真的，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对呀，人本来就做是要做。就要正面一点嘛，正向一点的。对，品性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对啊，而且就是妈妈最近也比较辛苦嘛，所以他们2个也很乖。好像妈妈最近是身体不太好，太就是妈妈一直以来就都心情就比较忧郁啦。然后有些时候就会状况比较不稳定，她就会跟我说。如果妈妈有一天死掉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哦。其实奶糖都俩给发给时间，很想哭，可是我还是要安慰妈妈说，你不要乱讲话，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的。对。而且就是等于说，他们为了要好好陪伴妈妈，然后依婷可能还就是对于你未来的人生规划有做一些计划。就是我觉得。就表演艺术这一条路就是很不稳定啊，像现在疫情就有可能随时都没有工作，然后就决定我想要去考看警察，就是以后都在家里附近陪妈妈。哇，你去考警察应该是会算是最美警察、最美的警花之类的。哎呦，对啊，你以后如果有拦到我们，不要开单哦。还怎么可以这样？执法要公正，好不好？好，执法公正。你不要违法就好了。你有已经这个想法很扎实了吗？蛮扎实的，因为妈妈就最近就这几个月状况都很不稳定，然后常常打电话给我，然后她就会哭啊，然后我虽然也很想哭啊，可是就还是会就是觉得自己要坚强，要做一个可以保护妈妈的人。对，妈妈的个性会那种一哭二闹三上优雅那种，山上优雅，就是那种会哭会闹的嘛那种。他通常都是就自己一个人晚上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哭，然后。我最近啊，就是每天皮班都知道我就每天打电话陪他聊天，大概聊个10分钟、20分钟，对，就确定他今天状况是好的。好的，所以你才放心。对，因为他们现在念书要住校，对，他妈妈待在做东给片嘛，他演当然有点都按用，对啊，我觉得他们2姐妹真的很都是妹妹打，姐姐都不打，姐姐也会打啦，姐姐要我提醒她，她才会打给妈妈。有时候是有的人他可能是不知道要怎么去，有时候这种状况对孩子来说，也许有时候不知道怎么面对。你知道妈妈今天有写卡片给你们哦，真的？对啊，带我拿出来。哎呦，你真的都百宝箱哎，真的从我的袖子。对啊，好了，可以了。任意门，那我来替妈妈念给你们听，好不好？你要念得很有感情哦。亲爱的双宝。太多时候，都是你们在照顾妈妈的心，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懂事，让我可以无畏惧跌倒，然后再重新爬起来。想想，该是妈妈成为你们的靠山才对，怎会反倒是你们让我胆大呢？妈妈，谢谢双宝。真的谢谢双宝，才得以有勇气继续努力的活。妈妈，2022 1月21，我都要哭了。所以妈妈是本身有一些忧郁的一些情况，对不对？因为可能因为妈妈其实很辛苦啦，我知道她从小算她个性上可能也是比较追求完美，然后又是做创作的人。你们又单亲家庭，那妈妈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带着你们2个这样子长大，
其实然后你们也在外面，他应该一直心系着你们，然后又自己一个人，可能在家里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胡思乱想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可能会比较往负面的方面去想。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做儿女的，真的。其实妈妈，我觉得家长其实要的不一定就说你一定要陪在身边啊，你真的就像你们偶尔花个10几分钟打个电话，对，慰问一下，安慰，跟妈妈聊个天。其实他们的懂事反而现在可以成为妈妈的依靠。是。那妈妈她也很努力，其实她也很努力。那所以你们也要更好，大家一起好起来。那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带来一首歌？对呀，好不好？再带来一首歌。这样哭了，等下唱歌会不会影响？所以要不要休息一下？先补个妆好了，我觉得。为你停棚。对，我们补个妆，来，再带了一条国文的马狗。哪一条歌呢？黑伞。这两姐妹真的默契不太好。黑伞、黑茶、黑法。黑伞、黑茶、黑法。也是妈妈创作的一首歌曲。好，来，弹看了哈。山高雄雄冲天春啊，擦染强强如盖天公下，发江泥泥春头开呀，云烟头天爱唔盼得离开了。太太女界山茶花，拍掌硬硬爱。太太女界山茶花，风界绕绕拜拜，电影下。阿公的树下泡茶，阿婆的顺头在擦洗，阿公的印象中，只看黑茶。是茶崩瓜子，爱还是茶空发。上次你们骗我，这一次换我骗。对呀，你看我们孟达哥多厉害啊！我们制作单位你看特别把你妈妈请来，赶快给妈妈抱一下。我是以为你不会来。哦，有啊，我有来。难怪刚打电话给你，你没有开视讯。突然就发现在这了。对，哇哦。所以这妈妈酝酿多久了？这个制作单位跟你讲多久？对啊。其實一開始是發三應該通告，一開始發三。可是我就一直覺得我自己狀況冇動好，我冇買上重購，就不太想唱歌。可是通告已經發了，然後孟達就說：“那可不可以雙寶自己唱就好了？”我就問他們自己說可以。那我想說可以就好了。然後我就跟孟達說：“不然我去看他們錄影好了。”因為我想說，他們兩個其實還很小啊，對啊。現在還算小嗎？我覺得啊，當警察了，他以後要保家衛國已經人民的保姆。我覺得還是很小。在媽媽的眼裡，小孩永遠都長不大。但是熊公在捆時候嘞，然後其實還是想說，就是我還是希望可以給他們很多鼓勵，對，哦。对，所以我还是有来看呐。对，你其实是他们最棒的母亲节礼物，对不对？其实刚刚妈妈一直躲在我们那个化妆间室里面躲很久了，为了闪你们两个很辛苦真的。我们大家要配合演戏，真的。对啊，而且双宝今天他们也有准备他们的卡片要给妈妈。卡片真的。对。来，那姐姐要念还是妹妹念？姐姐念，好。我不知道你今年几岁了，但是你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很勇敢，然后很美。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干嘛哭成这样？你这样我等一下会被郑兰姐骂。
有啦，很懂事，他们2个。只有这样子吗？我看里面字好多。对啊，要念吗？我要念啊，可以愿意分享的话啊。你好像真的开始变老，你的样子藏在我的皮肤底下，或者是搅和在脊髓里了。我变成了我，或者是你，我们本来就这么像。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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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这么像，本来就这么像。对，我相信母子应该就是你们有一样的母女连心基因，对啊。所以基因所谓像是说你们个性上是，其实我们3个人很常吵架，是真的。唯一不吵架的时间就是在你讲在唱歌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就在唱歌的时候，对，就不会吵架。可是偏偏吵架，我觉得其实都是因为3个人太像了。就是每个人。其实我们都很有自己的态度、想法跟主见，对，所以妈妈，你因为个性那么像啊，你从小还是一样啊，你还是会压榨他们，还是会去打他们。我的压榨是要他们学会分辨是非善恶。只要我是他们不能当坏人啊，不可以成为一个坏人。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接受。但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杀人放火，这是绝对不行。对，这是一个原则。这真的，你说真的，单亲家庭的这个小孩哈，如果真的没有把他管教好，他可能会走偏呢。对，他就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他就比较明显一点。对，然后那你还是去当警察？后来想法变，对，后来他就。可能他也自己会察言观色，然后他也会自己明辨是非，对，是妈妈教的好了，真的，妈妈有所坚持，孩子其实就是像大人的，对啊，因为你与其说言教，身教更重要，对。那你妈妈慧君姐你自己，你怎么叫我慧君姐？慧君，她突然觉得很尊重你。对啊，姐是一个尊称吗？伟大的猫妈，真的，伟大的猫妈妈要把2个小孩这样子抚养长大，其实很辛苦，对不对？我就是陪伴，我觉得互相陪伴。她是妈妈陪孩子，孩子陪妈妈。对啊，那你自己本身你也要正面一点啊，有想法正面一点，现在有好很多，有好很多了，好很多，确定哈？确定。你不要让他们2个担心啊，小孩子也长大，其实你让他从安息，妈妈就带了这样的节目，然后看着你们，然后去读那个戏剧学院，然后现在身高都超过妈妈了，你妈妈已经像妹妹了，真的是最矮的那个了。对啊，现在毕业了嘛哈？还没，高2哦。对，那对啊，那你等你们毕业以后，你就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那妈妈自己你也要好好的，对不对？对，我好好的，是这个正面一点，想法正面一点。接下来有自己的规划，你才会让他们更放心的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工作，对不对？好不好？对，好，有哇，今天大家都好好的。还有很少流眼泪的老头，现在老人家看到流目油哦，流下鳄鱼的眼泪，真的是，哎呀，这个画面，因为他们的感情很动人啊，我必须这么说。对啊。我们其实我自己觉得，那个关系很密切。对啊，就我觉得我们3个人之间的那个信任度很够。对，我们都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甚至他们的答案或许我们互相都心里都知道。对，慧清要越来越好，成为孩子的榜样。所以公正再怎么吵，再怎么打哦，哎呀，都是母女连心，都是母女。我就曾跟他打架啊，然后我看我这么矮，他就把我2只手这样抓着，那么夸张，就把我抓。你找他打架真是错了，人家未来要做国家那个保家卫国的工作，就把我抓着。真的，今天难得到这里，我们你母女3个
再抱一次，快点。我们其实很少在抱，很少哦。那以后要常常抱，拥抱的力量很大的呢。对，拥抱力量其实很大。对。好，谢谢。母亲节要快乐，每天都要快乐。每天。OK， 对啊，谢谢吉娜。你的快乐也会影响到2个小孩，对，好不好？好，OK， 谢谢你们，谢谢安之姐。看睇今晡日嘅節目內容，相信大家一聽都懂感通。尤其天公日就係母親節，當老輩無法度轉移嘅聲音呢，咪記得打通電話，伴自家嘅媽媽講一聲感謝吧。今晡日嘅節目到也就會結束咧。下禮拜還有邀請到東道主媽媽老聲音呢，我嚟分享其他嘅故事哦。大家一定要準時收看。稍後嚟就向下來欣賞齊思菲先生帶來溫暖嘅歌曲吧。地球升温，3级警戒之下，重创了国内的观光产业，也包括了亚洲上述。点轻轻，你爱的心，老爱。